馬陳端起紀念中學一直以全人發展方向幫助學生拓闊視野、發展潛能、面向世界。作為教育嘅工作者，我哋深信教育能夠改變年青人嘅生命。每位年青人都有過人之處同埋閃亮嘅地方。透過多元、正面、積極嘅活動啟發學生，佢哋都會喺未來為社會發光發熱。我會揀呢間學校好大嘅原因，都係因為我嘅哥哥，佢都係呢間中學畢業嘅。佢一直都同我講，呢間學校嘅老師對於教學好有熱誠，而且教學經驗好豐富。而老師的確每一次都好耐心去解答我嘅疑惑同埋難題，好照顧所有嘅學生。我知道咧，學校咧除咗重視學術之外咧，亦都着重學生嘅個人品德培養，同埋咧多元化嘅發展。特色就係學校咧會有好多活動咧，好主動咧邀請咧我哋家長參與，都係俾家長有機會咧了解多啲咧子女咧喺學校裏邊嘅生活嘅。有一次咧，我哋咧就好好奇，突然間問一問阿女咧，到底你而家中意以前嘅小學生活啦，定係而家嘅中學生活啦？咁佢就二話不說咁樣就同我哋講話中意馬中嘅生活。我哋深信每一個嘅同學都係獨特，同埋有佢哋自己嘅天賦才華，所以我哋好致力咁提供多元化嘅活動同埋社區服務，希望幫到我哋每一個馬中嘅同學能夠揾到佢哋自己嘅興趣，拓闊視野，建立良好嘅人際關係，同埋能夠發展領導能力，亦都培養佢哋社會嘅責任感，最終能夠成為一個品學兼優、多才多藝嘅學生。未來我哋會繼續努力，悉心栽培每一位馬中嘅學生，協助每一位學生發光發熱，揾出自己嘅人生舞台，創造無限可能。